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帶大家嚟到曼谷最大嘅上市開發商 Sansiri 嘅一個全新項目 Sales by Sansiri。咁呢個項目坐擁無敵嘅湄南河景觀，位於曼谷最重要嘅一條道路 Wama Four 上面。咁項目有5星級嘅會所設施，包括空中游泳池、健身室，咁同埋一啲非常之豪華嘅公共空間。咁項目一線直通曼谷最豪宅嘅地段湯羅。咁湯羅係一個曼谷傳統嘅豪宅區。項目有接駁車，大約5分鐘就可以到達 BTS 嘅湯羅站。咁另外項目行路就可以到達旁邊嘅 Big C、Tesco Lotus 同埋 K Village， 所以生活機能都非常之方便。另外項目提供嘅特色戶型包括有1房、2房、3房，甚至一啲特色嘅挑高戶型。咁我哋嚟到呢個項目最特色嘅戶型，咁呢個戶型係一個2房挑高嘅設計，咁上下2層加起嚟咧係60平方米，18台平實用面積。咁呢個戶型係非常之吸引好多嘅台灣客人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曼谷要揾一個其實比較大嘅戶型係非常之困難嘅，尤其是呢啲2房仲要係特色嘅複式戶型咧，喺同區嚟講基本上係揾唔到嘅。咁另外呢個項目最好嘅係咩咧？其實佢係送晒全屋嘅所有家私電器，咁包括梳化啦、洗衣機啦、雪櫃啦，咁呢個床啦、窗簾啦，咁連一啲嘅床上用品亦都係配備嘅。咁所以你唔需要自己再使錢去買一啲基本嘅家私電器。咁就可以出租或者自己住。當然有啲客人就係話想將個單位做得比較靚少少嘅，例如有啲特色牆嘅設計啦，或者做一啲標煙嘅入牆式嘅衣櫃咁樣。咁我哋公司亦都可以幫你哋到時交屋嗰陣去處理嘅。咁另外呢邊嘅管理費，佢最好嘅係佢上下2層，但係佢收管理費淨係按樓下呢層嘅面積去收。咁但係你出租呢，無論你以後出租或者轉售咧，佢都係按上下2層嘅面積去處理，咁所以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投資嘅。咁按依家個市值嘅租金回報嚟講，你只要將呢個單位出租出去10年，你就可以回本。咁所以喺同一個區嚟講，呢個項目我哋係絕對係最推薦俾大家去投資或者自己用。另外項目為一個預售項目，咁依家已經開發商開盤唔到半年已經賣咗大部分。咁項目另外喺2028年年中就會落成。另外有一樣嘢非常肯定就係項目今年會價錢會升7%。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嘅，盡快預約我哋過嚟現場參觀。咁大家見到咧，呢個就係 Ampere 嘅入口。咁 Ampere 呢邊咧有一個直接嘅行人天橋咧，可以連接 BTS 跑鳳站。咁 BTS 跑鳳站隔離咧，亦都有另外2個 The Mall 嘅商場。咁啊 Encotia 同埋 Emporium。咁所以呢個成個商圈咧係非常之一個方便，同埋非常都有唔同嘅高級嘅商場。咁除咗呢高級商場之外咧，咁大家喺呢個 BTS 站旁邊咧，亦都有好多一啲傳統嘅餐廳啦，亦都有西餐啦，亦都有日本菜。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商圈咧，可以講係全個曼谷嚟講，其中一個最旺同埋最多人同埋最值得大家過嚟係玩嘅地方。咁呢度距離我嘅項目其實開車只需要係15分鐘。咁所以呢個項目嘅生活機能係非常之方便。
咁我哋嚟到咧 Walmart Four 呢條路上面最重要一個商業地段，咁呢度叫 K Village。咁呢度有唔同嘅餐廳啦、超級市場啦、藥房啦，同埋啲生活必需品嘅地方。例如我哋後邊咧可以見到Starbucks 啦，咁藥房我哋有 Boots 啦，咁亦都有Villa Market 呢個超級市場嘅。咁呢條 Walmart Four 路上面嘅居民咧，所有人咧過嚟都會食嘢啦，過嚟購物啦。咁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呢個地點距離我哋嘅項目咧，其實行路咧只係唔超過10分鐘嘅路程。咁所以呢個生活機能咧係絕對係好方便所有住喺呢度附近嘅居民嘅。